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台铁公司释出最新消息，凤山车站商业大楼南侧的预定拆迁户已经搬离。立委许智杰为此督促台铁加快第3次招商，活络车站经济。另外，由于行政院宣布高铁南延采高雄案，让凤山车站高铁进站的希望落空。因此，立委许智杰与市议员李雅静都建议交通部能另觅地点，建立一个新高铁共构，以强化大凤山交通建设。台铁公司释出最新消息，凤山车站商业大楼南侧的预定拆迁户已经搬离，让凤山车站连外动线可以完成。立委许智杰为此也督促台铁加快第3次招商，活络车站整体经济。现在丁子户已经就是市政府也协助请他们移开了哈，所以就是说我们会尽快的进行请台铁公司尽快进行第3阶段的招标事宜，然后让我们凤山的电影院，让我们凤山的这个可以赶快有一些活络的，让车站更热闹的一个店家可以进驻那当然就是2年后三井百货公司也会完成所以呢，我想凤山整体我们会希望说凤山可以更热闹，更多人进来。另外，由于行政院宣布高铁南延采高雄案，让凤山车站高铁进出希望落空，因此立委许智杰与市议员李雅静都建议交通部能另觅地点，建立一个新高铁共构，强化大凤山交通建设发展。紧邻凤山车站的旁边有一块国有地之前是高雄县团管区所属那这块国有地腹地够大，再加上它团管区旁边还有一个市有地足够新建高铁站并且透过地下廊道与凤山火车站进行连接，再将规划中的捷运轻线拉往凤山车站设置捷运站，形成实质的3铁共构。不管搭乘高铁、火车，或者是透过这样的一个3铁共构，它都会为旅客带来交通的一个便利性。凤山也是整个高雄市人口最多的一个行政区域，那这个高铁站的话，它是一定要设，因为一定要满足我们整个南高雄这个地方的人口要搭捷运的一个需求啦。凤山车站这边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有设计台铁跟高铁共构，所以再另外再盖一个车站那我们会因应这整体的状况考量，就是在可能我们配合凤山铁路的地下化，从大智路桥这边要再经过，所以我们可能会设计在一站可能会远一点，那在凤山跟大寮的边界之前那这个再盖一个高铁站，然后让这个我们凤山铁路地下化跟高铁穿越在捷运黄线底下再升上来，可以汇合再建一个高铁站，然后再到屏东这个我们会尽量努力来争取。凤山车站招商与高铁共构计划关系大凤山交通及经济未来发展，也都息息相关。虽然进度不如预期，但地方人士积极争取，希望能让高雄市人口最多，也是南台湾3级行政区人口最多的凤山获得最好的发展。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市区有部分的路段，碍于店家需求，将停车格划成斜插式停车，包括七贤、青年以及大同一路等路段，加起来至少有300格斜停格。但有车主认为停车进格相对容易，但是倒退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危险。对此，交通局表示，其实多年前就已经规划斜停车，目前检视车祸的事故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未来会再持续评估，决定是否做调整。白色轿车要从停车格往后退，车速得要很缓慢，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撞到行人。这里是高雄市区的大同一路斜插式的停车格，让驾驶进去容易，出来难。这样的停车方式，有人觉得危险。是的，之前就是因为我在这边工作，所以我先生插在这边的时候出去很不方便。对，因为他出去的时候，其实视野比普通的那种真的很不方便。而且他这边停蛮多车的，其实加上他路边也不好停。我是感觉他们在开车好像
还好啦。发生这种出来发生事情的，好像没有看过，好像很久才看过一次。正常的停车格，我是感觉大同路这一条还算这样，还算可以啦。因为假如画下去，可能车位可能更少了。不过，当地的店家表示，如果将斜插式的停车格全都改成顺向格，也会担心停车位不够用。对此，交通局统计，青年路上一共有187格，七贤路上则有131格斜停车格。其中，青年路是高雄知名的家具街，人潮不少。是否要更改停车格的划设方式，交通局还要再评估。有关七贤三路及青年路斜向停车格。那交通局将持续观察车流状况，那倘有地方的共识及路型调整的时候，再一并做调整。交通局进一步指出，10多年前就已经规划了斜停车格，原因是因为要配合当地停车需求，加上当时有商家希望顾客能方便进出商圈，因此才在空间运用与商家需求权衡下，规划了斜插式停车格。但斜插式停车格毕竟进车容易，倒车难，倒车的时候也容易发生死角。对此，交通局表示会持续评估，做出改善。记者潘志光、黄子倩，高雄报道。您知道吗？高雄捷运只有美丽岛站有项便民措施，就是同站进出15分钟以内不扣钱。原因是美丽岛站其实是由O5及 R10两座车站组成，规模庞大。11个出入口更是全台捷运之最，内部的动线也复杂的宛如迷宫。高捷公司表示，担心旅客走错路多花冤枉钱，因此才有这项隐藏版的便民措施。民众持悠游卡或一卡通 B 卡进入车站，这是捷运美丽岛站每天都可以见到的风景。但是几乎鲜少有人知道，有项捷运美丽岛站的便民措施可以使用。很多民众可能不知道，来到捷运美丽岛站，其实刷卡进站之后有15分钟的缓冲时间是不会收费的。不知道哎。那你觉得这样的措施？应该还蛮便民的吧，因为如果在下面进站之后，然后找不到地方，有可能就很麻烦了。因为其实局限的月台，你如果要从红线上来的话，其实往哈马星跟大寮的方向会是在不同侧，所以如果有可能绕错路、走错方向的民众的话，可能会再多花那个时间。民众对于这项便民措施不是很熟悉，但知道之后都觉得很便民。主要的原因是一般的高雄捷运只要刷卡进站，即便立刻出站，还是会被扣最低车资。只有美丽岛站15分钟内同站进出不会扣钱，原因在于美丽岛站其实是由O5及 R10两座车站组成，规模庞大，11个出入口更是全台捷运之最，内部动线也复杂的像是迷宫。那如果我们就是有遇到可能是不同的这个出入口哈，想要在同站进出的话呢，我们是在15分钟之内是不会收取民众任何费用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希望说，民众如果走错了这个出入口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再绕回去，譬如说红线转橘线的这个部分，还有可能就是再进行交换。高捷公司指出，橘线O5站是测试月台，一旦选错边，也就是进错闸门，想到对向月台必须借到位于地下3楼的红线月台才能抵达，这样一趟下来至少得花费3到5分钟。为了方便旅客，才提供这项人性化的机制。记者潘志光、黄子倩，高雄报道。高雄三民区的建新市场内有间咸粥，让上门的顾客赞不绝口。店家的招牌咸粥，满满的虱目鱼，再加上新鲜的蚵仔，还有酥脆的油条，只卖60元 ，CP 值非常的高。加上汤底是用虱目鱼骨熬制而成，既浓郁又清甜，让顾客喝完都会想再加汤。一大锅的咸粥里头满满的虱目鱼，加上蚵仔还有油条，这样一碗咸粥，小碗的卖60，大碗的卖70。亲民的铜板价让老顾客从开业吃到现在。这家位在三民区的咸粥，老板娘以新鲜的虱目鱼下锅熬煮，凌晨3点多，大部分人还在被窝，板娘就已经起床熬汤，不加味精以及味素，浓醇的汤底让顾客吃完还想再加汤。粥又好吃，鱼头又好吃，让我们每天都会想要
持。你若要加汤，伊嘛互你汤。人做好诶，伊用料实在，嘿，然后那个粥个控加做米做好食诶，好吃又营养又便宜，配料很浓，很营养，很丰富。有经过就会想要来他们家买，那鱼肉很多，经常来这边买，料就多。很好啊，就古早味啊，这边附近没有像他这种。我咧人客拢，这其实无偌客，拢这到尾啊，拢这人客一个这一个介绍安尼啦，就愈侪人。踮到伫这阿伯已经俺食了年外，伊一天拢会食2顿，下早一顿，中昼过来。我咧人客拢食了过来，食了过来的啦，嘿，拢是这个客户咧捧场的啦，用沙白鱼骨啊，落去控汤的。拢用高汤落煮的，无咧烂面素的，天然的啦，古早味的。就讲哦，迄个薄利多销啦，销大趁钱啦。两个母仔做趁一个厝税钱甲工钱啊，我也无要求济啦。有一大部分的饕客除了买咸粥之外，还会再来一颗店家的招牌卤鱼头，搭配起来更过瘾。卤汁的香气结合虱目鱼头，真的非常对味。而店家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处理后进行烹调，让顾客可以吃到鲜味十足的粥品。此外，没有客人的时间，老板娘也没闲着，赶紧在一旁继续烹煮粥品，让中午要买粥当午餐的顾客也能吃到热腾腾的虱目鱼咸粥。粥不能久放嘛，因为它久放它会糊糊烂烂的，所以妈妈每次都会是一锅卖完，然后紧接着煮下一锅，确保它的新鲜度，那个热度也够啦。然后粥就是不会就是吃起来让你觉得好像是它整个是糊烂的感觉，没有口感。我鱼头烧足大的鱼头，介好食鱼头，一公我拢来卖200几粒，200-300粒，大家调的。经营20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回头客。老板娘以薄利多销的方式，让顾客可以用合理的铜板价买到高 CP 值的新鲜咸粥。记者魏国庆、陈英君高雄报道。高雄中油市场内有家经营多年的面摊，小碗的麻酱干面只卖45元，而且分量非常多。老板娘说不怕客人吃，只怕客人没吃饱，希望能让顾客都吃得满足。这间店的卤菜也非常受欢迎，想吃还得碰运气，台湾可是吃不到哦。来到楠梓区的中油市场，里面有家在地飘香多年的面摊，设有简单的用餐区，在早餐时段贩售各样的面食与卤菜。因为价格公道，加上大分量，吸引非常多的顾客用餐。光是小碗的分量就非常足够，每碗45元 ，CP 值非常高。老板娘说不怕客人吃，只怕顾客吃不饱，让附近的住户与工人常常在上班之前来一碗。袂歹啊，但嘛好食，一尾白食食3遍啦。阮想足早就有才食，足早。细汉的时阵食到遮易，食到要8吃吧。但是好食，较来买，无阮无买啊，我若无好食无来食。有人我食2个碗，我嘛拢食，袂歹啦。还用食大碗小碗？我小碗，我都食大碗。大部分我们这边的客人就是会觉得我们就是便宜又大碗，薄利多销啊。对啊，因为其实这边早期都是工人比较多，然后就是让他们吃的就是比较饱。有饱足感这样子。麻酱面可以说是店家的招牌，浓浓的麻酱与板娘自制的肉燥结合，扑鼻而来的香气让顾客忍不住想品尝。想要吃面之余切点卤菜搭配，可得看运气。为了新鲜与品质，每日限量供应，太晚来就会吃不到。板娘可没有因为价钱便宜就随便，对品质非常讲究，而且所有的东西统统不放隔夜。附近的店家也给予好评。面很大碗，吃起来蛮顺口的。不一定呢，我多时候都点大碗的，面多，这样子。有时候想到的时候就吃麻酱面，麻酱面蛮大碗的，蛮香的。招牌我们这边大致客人就是点干拌面，要不然就是麻酱面。我们的麻酱是比较浓郁啦，它是没有加任何一滴，都是纯的麻酱，芝麻下去的，对，下去做的啦，对。所以我们的麻酱的味道是很够，对。所以我们的客人是蛮喜欢的。接手摊位超过30年的时间，还是坚持用铜板价来照顾所有的顾客，并且兼顾餐点的品质，让满满的香气与人情味留在顾客心中。记者周福庆、陈义君高雄报道。
近年来，在台北、台中和高雄引领无菜单铁板烧热潮的知名餐饮品牌，继火锅店后，在府城消费者的期盼下，首次进驻火车站前百货公司，同时推出台南限定16道料理，每一道都是铁板烧师傅职人精湛的手艺。北部知名无菜单铁板烧品牌明水燃乐，在府城消费者敲碗声中，首次进驻星光3月台南中山店，依照业者在各地直营店，在1个月前开放定位就秒杀程度，加上国内外观光人口增加，业者更看好台南车站附近人潮与消费能力。我们这个品牌首度插旗府城真的在台南地区民众的敲碗声中总算可以顺利进来了。那我们过去呢都是整个套餐1600是总共14道菜，不过呢从台南开始起跑，我们会调整为16道菜然后呢，因为我们既然标榜是无菜单料理，所以呢每次来可能你隔周来，它菜单都会有调整，希望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铁板惊喜。以无菜单铁板烧为号召的明水燃乐，主打集团的肉品与海鲜，主要食材除了有 A4、A5 和牛与生猛海鲜，有龙虾、鲍鱼等，其中龙虾3吃更考验铁板烧师傅功力。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使用的是生猛活龙虾，而且我们把一个龙虾呢做成3吃，把整个龙虾的吃法发挥到最极致这不仅是就是一个怎么样擅长的利用食材，更考验我们铁板师傅的功力。更大的卖点就是 A5 和牛，对，所以呢，等于是说 A5 和牛跟龙虾3吃呢，是我们套餐的特色，也就是所谓的标配。业者表示，因为强调无菜单料理，因此食材会依照当天渔获与海鲜搭配。如果民众有自己喜爱食材，也能提前3天预定。记者林银根台南报道。基隆绿竹园山属农场正值竹浆采收季节，这种台湾本土品种的竹浆，外形较一般的老姜纤细，但却含有更高的辣姜素和姜黄素，被誉为姜科第1名。农场第2代老板还特别示范如何用竹浆来烹调麻油鸡。去年台风多，雨量也大，农场收成不如预期。今年没有丰收，亏本。但只有一种农作物一枝独秀，就是姜辣素含量冠称姜科的竹姜。跟着绿竹园山属农场主人陈四福爬上山，一起来寻找竹姜。竹姜就种在竹子旁，不仔细看就会错过。竹姜很小可是这个是很辣，可是假如做叶子大部分都是喜欢这个很辣的小小的。对比较营养这个算是很好的，很大块了。看这个是小小的，可是这个比那个大头的还要价钱还要高。今年竹姜丰收，虽然受到台风影响，但产量可观，不到几分钟，好多竹姜出土，很有成就感。赶紧跟着农场主人下山来烹煮竹姜，做麻油鸡料理。热锅，然后加麻油，再放老姜。然后我们在切姜片，就是尽量姜片能够薄一点。对，因为薄一点的话，你就比较快让它味道出来。这样差不多，我们就加鸡肉。好，然后主要就是让它拌炒。姜味有进去了，然后我们再加汤，再入汤。真的好香，也好美味，在寒冬中喝上一碗，真的好舒服。而刚出土的竹姜就直接放在农场门口的摊车上卖，采自助投币，方便游客采买。这是我们这边的山芹菜，这个是韭菜，都这个也可以说是野生的。这个是那个青江菜，那个是豆薯，这边还有香蕉，都要盖起来，不然都是被那个蓝雀吃掉。自己放的，自己投钱了。这边没有雇了，我们都到山上去工作了。除了竹姜，农场冬季还提供山药、树薯等农产品。
农场主人俊龙更推荐游客在雨天前来体验采收，感受与平日不同的农事乐趣。真的下雨来体验过，你会觉得它是非常好玩的，跟你一般在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不过记得多带一套衣服就对了。独特的农事体验，希望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竹浆栽培的深厚文化，从种植到采收的细节讲究，展现了这对父子传承本土农业的用心与坚持。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每次煮我是都会加到。位于台北忠孝东路的巴黎日常法式餐厅，特别邀请连续18年获得法国米其林1星殊荣的主厨雷吉斯·杜伊斯来台担任短期的客座主厨。雷吉斯将以严选的烹调工序及厨艺，创造出让饕客尝一口就能走入巴黎的美食飨宴。人类的文化一直与饮食息息相关，拥有了用火烹饪食材的知识，创造了许多美食，例如东方的中华料理与日本料理，或是西方的法国料理。Mesdames, Messieurs, le pneu Michelin X。从1900年起，原本为了推广汽车旅行，米其林兄弟出版了介绍各地美食的米其林指南。1931年启用3星级的评等系统，100多年后的现今，米其林俨然已成为美食标准保证的权威。能够获得3星评价的餐厅，便代表其供应的料理出类拔萃，值得专程造访。位于台北忠孝东路4段的 Parade 巴黎日常法式餐厅，为了推广米其林美食文化，特别邀请到法国1星主厨 Régis Douillet 来台担任短期客座主厨。他在法国所开设的餐厅，连续18年都获得米其林1星的殊荣。能够获得米其林1星，并将这份荣耀维持这么久的时间，实属不易。The Michelin guide is very old. It's begin in 1919. It's more than 100 years old. It's difficult because I'm French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 Michelin make. If when you are cook, you buy the book and then you say, oh, I have one star, and you are happy. And nobody say to you, oh, okay, if you make like that, you have a star. It's very difficult. 米其林真的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因为米其林大概是100年前啊，由米其林轮胎公司所创设的一个检查系统啊，要让人家知道哪一个餐厅哪一个厨师做的比较好啊，或是不好。但是呢，米其林并没有一个guideline， 就是教你如何变成米其林，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人句子说，它事实上并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做出一个食物令人感动的一个饮食的过程。Parade 巴黎日常法式餐厅的经营人是澎湖开喜乌龙茶的广告人叶良传先生，他用独特的美感一手打造 Parade 法式餐厅。他表示，台湾是他的母亲，巴黎则是他的情人，积极将台湾食材跟法式料理结合，创造出餐厅里独有的菜单。蘑菇塔是主厨选用的我们台湾的蘑菇，炖煮的非常的软嫩，非常的香。它的口感、主汁都非常的Q 弹。在巴黎，有血鸭，肉质非常的软嫩。那在经过主厨他们的厨艺，几乎是这个鸭胸是入口即化。主厨我在他巴黎的餐厅里面吃那个血鸭料理，哇，真的太棒！腌制鸭再透过主厨的技术出来以后，这一道菜真的是非常特别。叶良传表示，本次推广米其林的巴黎日常真实人生，特别邀请到法国1星主厨 Régis Douillet 来台担任短期客座主厨，期待 Régis Douillet 带来左岸美学料理哲学，强调法国料理中简单与严谨的朴实理念，带来一道道的美味料理。青蛙腿，我们台湾这个大家都做3杯，可是法国并不是这样，法国是把青蛙腿当成一个非常棒的食材，就像瓜牛 escargot 一样的意思。主厨的观念也是，一道菜里面不要用5、6种不同的菜配菜，然后搭配出来
五光十色，非常的繁复，他很喜欢单纯。广告传奇人物叶两传与 Regis Duizé 共同表示，从11月27号起到12月4号 ，Parade 巴黎日常法式餐厅举办推广米其林的巴黎日常真实人生法式美食飨宴，邀请大家共同来品尝法国巴黎的美味，以朴实的价格带来米其林1星的经典体验。从即日起接受定位，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记者肖世宏、杜怀胜、赖伟一台北采访报道。南台湾最大野生动物园顽皮世界耗费1年时间重新规划，打造全台最大两栖爬虫馆。农历春节正式开幕，希望在金蛇年让更多人了解两栖爬虫动物的独特魅力。园方还特别邀请家福中心弱势家庭成为第一组优先体验的贵宾。顽皮世界动物园为让家福基金会受助家庭有一个难忘的寒假，特别邀请家福的大小朋友来到园区参观。许多小朋友首次近距离接触这些小动物，都感到相当新奇有趣。他们也很期待，因为寒假刚开始。也还没过年，那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跟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家长今天也都特地带着孩子来，那尤其是因为在那边孩子比较多，对于这样的一个户外游玩的机会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要花钱。好，那这样的景点的一个怎么讲参观活动的话，我想对家庭或对小孩子的话都是很大的收获。然后，那我想今天顽皮世界也安排了很多的一个景点解说也招待我们的小朋友吃一些点心之类的。我想对他们的寒假生活而言，就是开了第一炮，就是高兴的事情，我有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来，顽皮世界3。园方耗费1年的时间，规划打造出这个全国最新最大的两栖爬虫馆，目前正在最后的赶工阶段。园方预计在农历春节期间正式投入营运。这次特别邀请北台南家福中心的受助家庭率先体验，小朋友看到变色龙吐舌，将蟋蟀吞进肚子里，难得一见的场景让小朋友们又惊又喜。这次我们抢在这个金蛇年之前，特地邀请了家福中心的小朋友前来哦。那因为我们想到说，他们平常的时候可能比较没有机会到外面去走一走，因此在过年之前人还比较少的时候，我们的两栖爬虫馆也即将要开幕，所以呢也邀请他们来走一走看一看。两栖爬虫馆里面一共有上百种的物种，同时呢我们有非常多是全台唯一的种类，像是我现在手上的这只变色龙。好，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像猿是一种鳖，那还有呢今年最重要的就是蛇蛇也是我们的主角，所以欢迎大家金蛇年的时候可以来走一走看一看。大人忙着工作，比较少机会能够全家大小一起来到动物园游玩，更是难得能够与动物亲近接触，相信能带给参与的家长与小朋友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也让学生在放寒假的一开始就有机会接触到课本以外的世界，开阔视野。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1年1度的阳明山花季正式登场。台北市政府今年特别与迪士尼公主联名合作，打造4大童话装置艺术，并推出多元精彩活动。为期52天的花季，邀请大家一起到阳明山走春，共赏浪漫樱花。2025阳明山花季，让爱在心中绽放。在台北市长蒋万与公务局长黄一平、观光传播局长王秋东等人共同启动下，2025阳明山花季正式展开。横跨春节与情人节的花季期间，除了有吉野樱、昭和樱及杜鹃等迷人花海外，今年台北市政府还首度与迪士尼公主联名合作，推出4大主题装置区，浪漫氛围满点。台北市长蒋万再次挂保证，来阳明山花季告白一定会成功。大巨蛋是向全世界发出的邀请函，阳明山花季则是向所有情侣发出的浪漫邀约。去年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说，所有的好朋友来阳明山花季告白，一定会成功。你不成功来找我。所以我们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利用花季这段期间。我们一直到3月，也会经过情人节，
不管是带着自己的情侣，带着心爱的另一半，带着亲爱的家人，或带着儿孙，都一定要来阳明山花季，欣赏这边浪漫的花海，为自己人生重要的时刻留下美好的记忆。那今年阳明山花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特别结合迪士尼，打造迪士尼浪漫氛围的场景。蒋万安也特别分享自己的私房景点及浪漫行程，邀请大家春节假期带着家人一起来阳明山赏花尝美食。来到阳明山花季，欣赏这边的花海。我们除了樱花，接下来还有杜鹃还有茶花甚至绣球花、海芋等等。欣赏完花季以后，接着可以到草山行馆感受到草山的百年风华。另外，也可以到我自己很喜欢竹子湖吃土鸡跟野菜，加头给啊，我跟我太太很喜欢。然后又可以到美军宿舍群喝杯下午茶，然后到文化大学后山看一下夜景，最后晚上还可以体验一下大屯火山的硫磺温泉。你看我已经帮你们安排好这样的浪漫行程，告白不成功。不可能。开心的跟小一选手学习叠杯。对于阳明山下的士林北投两区，蒋万安表示，市府团队非常重视，许多建设也正如火如荼进行，包括北投区的长照园区 BOT 案、第二运动中心及社宅等。士林区方面则有老旧校舍改建等，相信士林北投未来发展会越来越好。包括我们北投秀山长照园区的 BOT 案，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北投市场的改建，我们也上任之后确定拍板55亿让它改建。另外，社宅的新建，包括奇岩、包括福国社宅等等。另外，我们现规划台北市的第二运动中心，而在北投的七湖游泳池，我们也会改建药弄馆、七湖馆。另外，还有关渡的消防分队、派出所、老旧厅舍的改建，我们现在也确定正在进行。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北投、包括士林也有很多老旧校舍的改建，都已经纳入我们的规划当中。不管是立农，不管石牌国小、中正高中、台北特教学校等等。所以各位里长、各位乡亲好朋友，接下来北投、士林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公园处方面表示，为期52天的阳明山花季，除了赏花外，串联辛亥光复楼、阳明书屋等6大历史场馆的草山百年风华串联活动，还推出导览与限定打卡盖章活动。完成集章的民众还可以获得限量帆布包。由于阳明山山区停车空间有限，公园处方面也呼吁民众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在迪士尼公主陪伴下，来一场浪漫欢乐的赏花之旅。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过完农历新年，紧接着就是元宵节，基隆市政府特别推出蛇来运转小提灯。这款象征财富圆满、好运盈门的创意小提灯，将于2月8日下午2点开始发放，限量500份，送完为止。请问一下，你今天喜欢我们这个送的小蛇的一个小灯笼吗？喜欢。喜欢哦。有蛇的图案。在哪里？这个吗？这个是蛇啊，上面这个嘞？财神爷、土地爷。耶！元宵节快到了，基隆市政府特别设计一款蛇来运转小提灯正式亮相。笑眯眯的土地公爷爷手捧金元宝，站在盘绕成聚宝盆的 Q 版青蛇之上，可爱的造型小朋友好喜欢。过港幼儿园的小朋友特别来到市政府一起宣传，纷纷在市府1楼的过年造型背板前摆拍，可爱的模样让市府变得童趣又热闹。文化观光局说，这款蛇来运转小提灯将在2月8号下午2点
在基隆市旅游服务中心现场发放，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祝各位好朋友新年快乐，蛇年行大运。那今年呢，我们的那个元宵节的提灯呢，是我们一个蛇年的一个装置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上面有个土地公代表平安，那下面是我们的小蛇，那金蛇也代表智慧、财富跟很灵活的概念。我们会在我们的旅服中心去做免费的发放。那只要所有的好朋友到我们的文化观光局的粉丝专页去按赞以及分享，就可以免费获得。那限量500份，请大家踊跃赶快来领取哦。这款应景的时来运转造型小提灯，不仅可以手提，还可以作为桌上的摆饰。亲子朋友们还可以一起动手 DIY， 享受手作的乐趣。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2025台北灯节由台北市长蒋万安和现场的民众一起点亮高达13米的福蛇豆豆主灯，为灯节拉开序幕。这次台北灯节一共有4大展区，包含主灯、西门、北门，还有中华路，一路展到16号，为期15天。今天大家在不同角度都可以跟我们的金蛇豆豆一起来拍照哦。你可以看到，在金蛇豆豆上面呢，它结合了包括有绘画、涂鸦、纸雕、编织、音乐等等各方面的艺术，共同融合当中。在振奋的音乐下，主灯辐射豆豆360度转啊转，各个角度民众都能清楚看见。在绚丽灯光及 LED 灯点缀下，蛇身缤纷色彩和几何图形一览无遗。蛇身更融入西门街头文化元素，还有吐蛇的趣味动作，代表趣味感，也代表着生命力。即日起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场主灯秀。主灯区大家看到高13尺大型的福蛇豆豆，豆豆代表着2颗大大可爱的眼睛，然后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次展演，而且它会吐蛇，除了增添趣味，更代表旺盛的生命力。台北灯节2号晚间登场，台北市长蒋万安和现场民众一起点亮主灯，也宣布4大展区开展，包含主灯区、西门展区、中华路展区及北门展区，也有猜灯谜主题，让民众赏灯之余增添趣味。但也有点难，因为他们没有吃。里面是红的，外面是脑部蛋，西瓜。什么东西里面是红的？花生。花生。就是年假最后一天，所以带他们来走一走，人不会太多，所以还蛮舒服的。刚刚有看到财神爷，就拍照这样子。主灯就小朋友说眼睛会动，所以蛮可爱的。小朋友就刚好过来，然后想要看这个蛇的，因为现在是蛇年嘛，所以想过来看一下这个灯。你觉得今年的主灯怎么样？不错，蛮漂亮，蛮可爱的。然后看到台皮，还有那个什么长荣航空那个地球那些之类的，觉得好看吗？还不错。另外，第二个，我们在西门展区也是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那除了包括我们西本院寺有一个祈福灯林，就像走进树林一样，而可以领取竹片的祈福卡，写上对新的一年的祈愿，挂上灯组。另外还有我们纸雕艺术家李信惠他的作品，他特别也是取《白蛇传》这个《白蛇传》的灯组非常的漂亮。另外来到了我们中华路展区，那也有非常多漂亮的灯组。那我们这一次很高兴，也邀请到日本摇滚天团 Clay 的主唱 Teru， 他跨界的创作《等待丰收的树》，蓝色的灯光，而且它代表的是历经寒冬严峻的考验而丰收的苹果树。另外，再走到我们北门展区，那边有世壮运壮宝灯组，以及我们非常多优秀学生创作的灯组，以及总共有16座友好城市的灯组。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么多贵宾、好朋友齐聚一堂，来揭开2025台北灯节的序幕。那今天刚好我们开幕遇到一点小雨，其实在台湾我们遇水则发，代表新的一年大家都事业兴旺，
财运亨通，财源广进，大发利市。过年期间一直到元宵，大家都希望新的一年一切平安顺心，安太岁。但是对我来讲，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就是安太座。所以太座要安得好，一定要来2025台北灯节。另外，中嘉宽屏也赞助台北灯节，在中华路上有灯区展示，闪亮的元宝、旺运凤梨等吉祥图示，陪伴民众从过年一路到元宵，福气满满。记者翁俊台北报道。2025月津港灯节正式登场，以光的年轮为主题，4大展区呈现66件作品。展期到2月16，要让游客感受光影飨宴。请启灯！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启灯，迈入第15年的月津港灯节，在水上音乐剧中开幕。艺术灯区、巷弄灯区、月津超新星灯区等4大展区，带来无与伦比的视觉飨宴。主题是光之年轮，那象征着我们在15年以来月津港灯节在盐水小镇里面，跟着盐水风炮一起，大家在艺术策展还有历史风华上面，我们总共有15年丰硕的一个成果。那我们不断的推陈出新，不但邀请了我们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最棒的精英，还邀请到韩国的这个艺术家一起前来共襄盛举。这届由台湾、韩国、日本艺术家共同创作，主灯是这件无尽光轮，黑川媒体操刀水幕投影光的年轮，作品相当有可看性。在征件的部分有怀旧膨胀、追光等具实验性、趣味性、科技性的作品。那个需要鼓励的作品很好玩，就是大家本来就是都不知道怎么玩，然后又有点害羞，然后只要有人一欢呼，然后大家就会一起。月津港灯节的作品越来越科技，我们希望有把很多新媒体跟这个传统的小镇做一些互动，互相有一个传承的概念。水幕打出投影，再加上雷射跟声响，去做一个类剧场型的演出。跟着这个作品，除了视觉、听觉以外，还有一点点触觉的表现。总体来说的话，他觉得月津港所持有的这样的一个地域特性，然后在这边居民和艺术家们能有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是他很能共感的地方，也是他的一个向往点。月津港灯节以盐水城镇为展场，从一开始的地方灯节跃升为国际性的城市品牌，成为一个光艺术以及城市交流的平台。今年展期有30天，欢迎大家来看最美的水岸艺术灯节。记者宋怀台南报道。三交正港海安宫去年首度办理海安灯会，大获好评。今年更积极的筹备，邀请地方的长辈、社区民众、南台科大及协进国小师生共同参与花灯的创作。启灯典礼的现场，灯海灿烂，吸引许多民众前往拍照打卡、赏灯祈福。2025海安灯会启灯仪式，邀请民政局长江林煌、中西区长蔡家甫、立委陈廷飞、议员林美燕、许志春、沈振东、议长秘书陈明才以及多位贵宾，共同点亮海安宫庙城周围的夜晚。虽然是第2届呢，不过因在主委展期要咱主委所接触人员呢，共同努力之下呢，这无输其他的这宫庙这灯会啦吼，会使讲真啊非常这难点吼，希望讲咱这个礼的设立了后呢，不只是第2届、第3届，会当继续延续吼，这是算作咱海安宫这边这一个盛事啦吼。咱民政局吼一路的支持吼，互阮这个灯会吼，互阮有动力啦，吼有动力啊，所以阮拢自主的，吼，阮自主的，阮无开庙的钱，阮这届每一遍的灯会，阮是拢家己出钱出力，吼办这个灯会，吼互希望吼咱海安宫的信徒，吼会更加侪。因为我是学经毕业的吼，所以今天很开心看到学弟学妹们的作品全部
都在我们的整个灯会的现场哦，海岸灯会代表我们在新的一年什么都如意，大家说对不对？海岸灯会在去年首度办理，获得各界好评。今年的灯会，议员不分党派，积极争取民政局经费补助，就是希望能将活动办得更加完善。今年第一年时候，我们靠鹅红嘛，响亮的就是每个角落，所以要注意讲这张来一定爱好来表演一下。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些灯灯笼事实上已经那个委员会已经已经办了好1个多月了。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协进国小的小朋友帮我们提供这么漂亮的灯笼这些美丽灿烂的花灯，除让参观民众感到幸福温暖，同时也具备凝聚社区向心力的功能。因为这些花灯是集结社区老中青3代的共同创作，藉由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体验这个文化的这个浓浓的感觉，我觉得很有意义。小朋友创作他们的东西，然后大家聚在一起，过年过节可以一起聚在一起，就是欣赏彼此的作品，然后同乐这样。我们今年灯区大概主要分成2个区域，前面牌楼区是协进国小的他们画的。然后我们庙前广场这边是协进国小幼儿园在前面，然后中间是南台科技大学的学生，然后最后面这边是洗漱乐活中心这些长辈画的。另外在巷子这边就是搭配我们去年这些学生他们所画的这些灯笼，然后做一个回顾。所以就是老中青3代。对，老中青3代都有。2025海岸灯会的主灯以妈祖的如意配上金蛇年的形体，象征虾米龙如意的好意象。庙方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从即日起到3月2日前，一起来到三交正港海岸宫赏花灯，向神明祈愿新年新愿望。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推动基隆海洋休闲及游艇观光产业，基隆市政府将启动八斗子游艇港合作改良开发计划，2月中旬正式上网招商，希望借由公司合作，将八斗子游艇港破区打造成北台湾最具潜力的游艇观光产业聚落。不仅在港区，我们这2年推动了很多的一些开发计划、再生计划，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海域的部分，也能够创造我们基隆一个新的一个观光轴带。这新的观光轴带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为什么是新？因为我们要导入一些新的一些活动、多样化的活动、新形态的活动，能够创造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国际级的一个游艇港。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潜力，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发挥出来。进行合作改良计划的开发，那面积、陆域、水域的部分，还有出餐采 ROT BOT 许可年限50年，然后还有一个新建基本的规范、最低投资金额、履约保证金跟权利金等等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八斗子游艇港国区的招商讯息的一个发布。那希望我们的有兴趣的投资者都能够在年前能够掌握讯息，然后提早来做准备。那我们即将在年后过年后2月中就会将相关的正式的文件上网来做招商。那请大家提早做营运的准备。在陆域的部分，第一个商场是至少要容积率要3成以上，就原来总容积开发的量底的3成以上。那至于他这个饭店，他们自己可以自己做调配规划。促餐的好处就是参加的人，他就针对他自己强项，在设定在开发的面积、开发的量体以及他整个财务的一个试算，他自己会去创造他自己最适合的。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跟产发处副处长蔡富宁特别召开记者会，向外界宣布，市府将邀请有意进军游艇及观光产业的企业，欢迎参与八斗子游艇港的共同开发。事实上，在国外跟国内都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这个地区，能够在水域，也就是这个游艇码头以及陆域的部分，未来除了商场、游艇俱乐部、餐厅，那当然还有一些维修厂
游艇的维修，就可以在陆域来做这个服务。那这是一个整个产业会比较健全啊，那彼此能够共荣，能够创造我们整个游艇港的一个新的活力。据了解，基隆市长谢国良认为八斗子游艇港具备优越的地理位置，除了具备游艇产业的发展潜力外，也提供国内外游客多元的海上与陆上休闲体验。因此，市府期望透过民间投资经营专业与创意，打造旗舰游艇港，串联东北角海洋观光廊带，将有助于提升游艇市场的国际化与多元化经营，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基隆既有的这些观光的资源，我们希望能够整个把它串联起来。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我们基隆的邮轮，已经成为全台湾进出的旅客、观光客最多的。那我姑且把它称之为邮轮经济学，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更深厚，能够跟周边来串联。这个地方叫做游艇港的经济学。那不只是游艇港，所谓的经济学，当然就产业的一些相关联，我们就要把它整并起来。这是一个产业链，这也是一个我们在都市发展上，我们认为这个地方也可以作为一个引擎，来带动周边的一个发展。所以，在整个观光的游憩带，透过我们这个招商计划，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公司合伙、公司合作，让我们这个计划能够更厚实，在财务上能够更健全。当然，我们透过公正、公平、公开的机制，我们欢迎有兴趣的这些游艇业者也好、观光业者也好，能够来加入我们，来跟我们一起合作，来让我们整个计划能够更完备，能够塑造北台湾最棒的一个游艇港。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给我们一些指导。当然，我们可以让整个的基隆的滨海观光廊带能够建立起来。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隶属天成医疗体系的天祥医院在中坜盛大开业，是桃园睽违了8年新增设的第一间医院。除了延续前身怀宁医院旧有的医疗项目外，还开设小儿早疗、急重症医疗和创伤开刀。6月起也将增设精准医疗、再生医学和抗衰老中心。春节后开工第一天，中坜地区迎来大喜事。隶属天成医疗体系下的天祥医院，3号下午在中坜盛大开业。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地出席开业典礼。他感谢天成医疗体系愿意协助接手院址前身的怀宁医院，补上医疗缺口，更成为桃园睽违8年来新增设的第一间医院。今天是我们过完年开工的第一天，也非常高兴能够到中坜来参加我们天祥医院的开业典礼。我想这个地方旧址是以前的怀宁医院，但是因为经营的问题，没有办法持续，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问题以后，就到处找救兵，看桃园是不是有适当的医院可以来接手。张玉美，我们的天成体系的创办人，这个时候不说二话，马上跳出来，在很快的时间里面，把它医疗设备也都能够补进来。那我相信天祥医院在今天开业以后，一定会变成我们南桃园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这边再次谢谢我们天成的体系，让我们桃园的医疗资源不虞匮乏。谢谢。当天，天成医疗体系董事长张玉美也带着市长前往参访医院的病房设施。张玉美表示，天祥医院主打 AI 智慧医疗，除了延续怀宁医院旧有医疗项目外，也添购许多智慧医疗设备，开设包含小儿早疗、各项急重症医疗以及创伤开刀。医院装修也仿效日本4季酒店设计，导入 AI 智慧医疗照护，让病人能舒适就医。我们天祥医院提供很好的专业，小儿科的早疗，还有呢各项的急重症医疗，还有呢以及的这个创伤开刀等等。所以我们医院呢是结合着医疗科技、智慧医疗，还有呢精准医疗的一种的开发。那各位在不管是门诊住院，都可以在天祥医院。我们的医院呢的装修呢是这仿日本4季酒店的装修，然后呢让病人觉得很舒服。各位有空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病房，还有我们的开刀房，
还有呢我们的各个1楼、2楼的设施。在今年6月之后呢，我们会提供抗衰老啦以及再生医疗的更健康的服务，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当天，桃园市议会议长邱奕胜也和在地立委跟议员们共同出席恭贺院方，也恭喜市民朋友又多了一项医疗新选择，可为自己的健康把关。尤其近年桃园全市人口增加30多万人，其中以南桃园人口成长最为快速。盘点下来，全市的医疗资源仍不足，即便天祥医院担任救火队，补上部分缺口，但仍期待政府能辅导更多的医院来设置，嘉惠市民好朋友。桃园这几年我们成长了30几万人，所以多一家医院是不够的啊。就算天祥医院开幕了之后，我们的医疗还是不足啊。所以这个张创办人你可以放心啦，一定是这个做不完啦哈，因为需要你照顾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尤其是我们南区这个人口成长的速度也非常的快。所以天祥医院开幕等于是救火队刚好我们在这个医疗这个区块里面是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那我们今天除了来恭喜今天天祥医院的一个开幕也要恭喜我们的市民朋友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协助大家把大家的这个健康把关好来大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多一个地方可以帮忙大家。天祥医院表示，预计6月起也将陆续增设包含精准医疗、再生医学、抗衰老中心等项目，全面提供生技、生医、预防医选等创新医疗服务，要提升南桃园地区的医疗能量。记者刘婷涛报道。为了避免民众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台南市警察局除了公布去年12月份诈欺以假投资 23.77% 占最多的状况和趋势外，还邀请知名的网红郭鬼鬼现身说法。他表示，诈骗实在是太过分，会号召更多的网红和艺人一起来反诈骗。知名网红郭鬼鬼因为高颜值、高人气，也时常被诈欺集团盗用人头来引诱男性应招诈财。虽然自己说不容易受骗，不过阿嬷和粉丝都曾被骗受害，只说太可恶。加上本身也是台南人，所以应市警局邀请来为反诈骗代言。收到蛮多粉丝就是说，你加我好友，然后跟我聊天聊到一半，怎么就不回我了？或者是你那时候加我好友，叫我去买什么点数给你啊？我就说不可能，因为我本身不会去想要粉丝帮我买一些有的没有的，对。然后我还曾经收过那个我阿嬷说她有接到电话说我被押走，然后要跟他要钱。我觉得那些东西真的太过分了，诈骗集团。对，诈骗已经是全民公敌，市警局也公布113年12月份前3名诈欺手法，分别是假投资、假网拍和解除分期付款，请大家提高警觉。同时邀请蓝组绩效高达92件的中国信托西台南分行来分享。市警局长林国清强调，台南会持续和金融超商合作，为人民财产把关。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那在去年一整年呢，那我们蓝组诈骗呢达到2918件，是属于6都第一。那蓝组的金额呢达到12亿6387一万多元。那这一部分呢，为了守护我们台南市民的一个财产的安全，那至于市诈跟打诈方面呢，我们会持续来加强。郭鬼鬼感谢警方辛劳，也收下象征打击犯罪、穿警察制服的熊熊，直说可爱，也表示一定会号召网红艺人一起来反诈骗。号召所有网红艺人一起来反诈骗。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